Hello，大家好啊！我係譚朗維 Steven 啊，歡迎大家收睇賽馬氛圍呢次嘅節目啊。今日同大家睇咧係11月19號啊，禮拜三晚篤草9場賽事嘅貼士啊。咁啊，又同過往一樣啦嚇，節目貼士之前咧嚇，節目嘅開端咧，先同大家睇睇咧嚇一啲馬圈嘅消息先嚇。咁啊，嚟緊禮拜日咧11月23號咧就已經會上演咧3項嘅國際賽預賽嚇，亦都係2級賽嘅賽事嚇。當中咧全城嘅焦點應該就會集中喺啦嚇浪漫勇士呢匹馬王嚇。咁而浪漫勇士咧已經久休咗200多個天啊嚇，咁啊而家呢一匹咧10項 G1 嘅盟主咧，剛剛又再喺8月嘅時候開始復操，9月嘅時候恢復快跳嚇，亦都趁住麥道朗咧嚟到香港客串嘅時候咧，剛剛亦都做咗好幾次嘅草地拍跳啊！麥道朗表示咧匹馬咧狀態大勇噃啊！咁當然大家非常期望，同時間咧亦都喺2級賽馬會杯當日2000米嘅賽事咧，將會迎嚟好高強嘅對手遨遊氣泡呢一匹馬嚇。遨遊氣泡咧亦都已經係上屆嘅3冠馬王㗎啦嚇。咁啊睇下到時咧究竟浪漫勇士遇住遨遊氣泡會上演幾強嘅氣馬大家都要期待啦。好啦，事不宜遲啦，睇睇嚟緊禮拜三晚篤草9場賽事啊！我同大家睇咧喜歡嘅騎師先啊，好嘛？嗱，咁呢一晚咧，雖然潘頓咧嘅坐騎咧喺9場賽事裏面就只有4匹，咁但係咧佢都有值得大家關顧嘅馬噃嚇。咁尤其是啦2場啦，文家良馬房嘅魔法速遞嚇。7場嘅何賢馬房北海道嚇，同埋9場羅富全馬房嘅南區之星，3匹馬咧都係喺同程贏過啦。其中咧北海道同埋南區之星咧都係潘頓人馬有勝績證明嘅。咁另外一位騎師咧建議大家關注嘅咧就係暫時喺騎師榜第3位嘅布文喎。點解咧？佢呢晚咧就特別多坐騎9場裏面有8匹嘅坐騎，其中要留意下2場智旺財偉達馬房嘅，3場電信驕陽係徐宇石馬房嘅，4場加州活力係告東尼馬房嘅，仲有最後9場咧就係智勇名區係呂健威馬房總共4匹馬咧都係贏過同程，而特別要留意嘅咧就係2場嘅智旺財同埋4場嘅加州活力咁呢4匹馬裏面2匹咧都係人馬有勝績證明特別需要大家關顧嘅。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同大家睇咧2場同埋3場嘅貼士嚇。咁2場咧都會揀到咧係布文嘅坐騎俾大家去參考嘅，分別咧喺2場咧我會揀咧就係3號嘅智旺財同埋1號嘅魔法速遞睇下呢棚馬而家咩情況先2場5班1650谷草咁正如頭先所講啦，我會特別中意智旺財呢匹馬，布文同埋偉達嘅配搭馬匹咧喺5月21號689夜馬場次嘅時候咧，當其時就配搭布文咧贏過同程，而係贏緊威威父子超過2個馬位，而威威父子咧再出咧一樣係有上名嘅。咁另外咧去到6月11號啦751夜馬場次啦，馬匹咧就由頭差唔多帶到落尾咁最後尾咧只係俾咧嗰匹咧川河首區擒咗，咁跑第2嗰仗咧就係配楊明倫都可以跑到第2噃
我覺得咧，今次咧又再回配翻贏馬人布文啊！當然啦，布文嘅騎功咧就遠在咧楊明倫之上啊嚇，咁所以今次咧呢一個配搭咧非常值得咧再一次去重視嚇。咁至於另外一匹馬啦，就係魔法速遞嚇，潘頓同埋文家良嘅配搭嚇。馬匹咧喺遠少少積啦嚇，喺24年3月519夜馬場次嘅時候咧，當其時跑4班嘅同情喎配搭咧就係湯普森嘅，咁贏咗同情啦。咁你話咁遠嘅積咁因為嗰仗咧就係一個 win 積嚟嘅。咁其實咧上名嘅積咧就近好多噃嚇。咁數翻咧喺今季季初嘅時候10月15號啦，095夜馬場次嚇，咁嗰仗咧就配搭潘頓入直路嘅時候跑第9啦後勁非常凌厲衝咗個第2翻嚟，就輸俾咧無極勇將大概3個幾馬位嘅。基於今次咧繼續配搭潘頓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跑翻5班同情咧有一個爭勝嘅決心喺度而係呢匹魔法速遞咧係屬於我心目中強騎師強馬房嘅配搭，係絕對要翻嘅。咁所以重複一次啦，2場5班1650嘅賽事我喜歡嘅馬咧就係3號嘅智旺財同埋1號嘅魔法速遞好啦，咁去到第3場嘅賽事啦。頭先所講啦，我會繼續選布文嘅馬嘅，咁可以留意啦。3場1號電信驕陽布文同埋徐雨石嘅配搭，仲有咧就係6號東方魅影係希威森同埋希斯嘅配搭好啦，咁睇睇呢場3場5班1200米谷草啦。你睇翻呢棚馬裏頭咧，如果你睇到強騎師強練馬師嘅話咧，坦白講噃有5號同埋10號都係咧係強騎強練，但係咧我就剔走咗就不作考慮之列。原因就在於咧5號嘅有型勇士雖然係麥道朗同埋沈集成嘅配搭，加上一檔有佢嘅檔位優勢，咁但係咧馬匹咧長期跑竹草、田草以至田泥咧都冇乜上名即可以俾到大家參考。同時10號嘅幸運傳承咧亦都係咁咁所以咧呢兩匹強騎強練我就擺低先啦。咁所以淨係要翻6號嘅。咁不如我解釋咗6號先啦東方魅影係希威森同埋希斯嘅配搭咁暫時嚟講咧騎練咧暫時今季已經交出咗1個 win 4個同埋1季嘅成績算係幾好噃留意翻馬匹咧係5月28號709夜馬場次嘅時候咧就配搭湯普森跑咧第3名嘅。咁當然啦，今次咧又叫做湯普森就唔喺香港做策騎啦已經配搭希威森係算係一個非常大改善嘅強配噃尤其係喺上一仗11月5號152夜馬場次跑嗰轉嘅谷草1000咁就人馬跑咗個第2即係話人馬咧嘅搭檔相當之好今次就繼續由希威森去配搭跑呢個1200米而係馬匹咧已經上過名嘅話咧，我覺得咧基於強騎強練嘅情況需要考慮啦。但係我更加之有信心咧，應該係1號嘅電信驕陽布文同埋徐雨石馬房嘅配搭馬匹喺5月7號655夜馬場次，當其時咧係跑呢個4班嘅同情，就用班德禮贏咗嘅，贏咗節節有福同埋比特星咁兩匹馬咧再出亦都有名次，可想而知咧嗰仗咧係一個比較高質素嘅賽事嚟嘅。咁後來咧再喺咧今季季初9月17號啦
030場次嘅夜馬配搭蔡明紹，亦都可以跑到個第3。嗱，記住噃以上所講過嘅2場賽事咧都係4班嚟嘅。今次登到落5班嘅情況之下咧，有個班嘅利好啦，同時咧最近都好耐冇試過咧強配到布文啦咁所以今次嘅一個強配，雖然人馬係初配未得證明，但係我覺得馬匹4班都有 win 有 pay 而今次強配布文嘅話咧，應該咧係爭勝分子所以咧同大家重複一次3場5班督草1200米嘅途程我選馬係6號嘅東方魅影同埋1號嘅電訊驕陽同過往一樣啦，俾2場賽事嘅單棍大家可以即管參考咁試下買2穿3嘅連贏位置 Q祝大家到時嗰晚贏多啲，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